近日母亲身体可好？背疼可好些了？用了娘娘亲赐的药之后，感觉好多了。上个月你得了句好琴，如今磨得如何了？今日事杂，尚未来得及抚琴，倒是平儿琴艺长进不少。过些时日，怕是要胜过陈弟了。你对平儿太过溺爱，她虽聪明，却过于浮躁贪玩了。陈弟定当严加管教。请姑姑教诲。起来吧，平儿、佑儿，过来说话。后羿，唤你来给朕梳头醒醒神，被司马光念叨了快2个时辰，头沉的像塞了石头。司马监丞不愧是国子监的先生，除了那些陈词滥调，这次倒说了个新鲜的。这10多年来，头一次听到前朝臣子弹劾皇后。弹劾皇后娘娘？怎么会？哟，他说了15条，14条是在劝谏朕这个不对那个不好，你们不觉惊讶？说了皇后1条，你们便觉不可思议了。看来朕这官家做得远不如皇后啊！官家恕罪。起来吧。司马光弹劾的是皇后未能约束妻礼，放纵侄儿曹平行为浪荡，喜骑射号丝竹，常出入教坊。不但被教坊女子争相追捧，以得曹郎一顾为荣，名声还传到了高门贵女之间，闺阁女子争化曹郎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竟然有杭州的富商误以为曹郎是小官，强要请去府上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实在是丢了后族的体面呐！不惹物议。那曹郎定是生得英俊非凡了。曹平确实生得不错，又聪明，文武双全，祖母极是宠爱，规矩上略微放纵了些。不过，他一16、17的孩子，坊间传言是传得过了。司马光也值得郑重的上札子进谏，危言耸听。看他的文章，甚是精细，极有见地，是个有大智慧之人。可近日当面论事，哪有世家公子在赛神会上自己上彩车扮神仙的？你看公主都还记得，可见当时有多么胡闹，多少人看着。当时小公子才14、15岁，不过是好玩而已，是慧肉莽撞，才让娘娘为当年的旧事生气。慧肉，来，叫曹哥哥。这是曹哥哥。曹哥哥。那是曹弟弟。曹弟弟。公主妹妹。公主姐姐。娘娘，我能带弟弟去后院玩吗？去吧，去吧。走。
平儿也去吧。是。怀吉，你跟着照应着公主。你看那儿。公主想试试吗？可是我不会。是这样吗？有我在。好。曹哥哥也上鸡玩。一会儿看看便知了。曹哥哥真棒！好厉害啊！教教我呗，曹哥哥。来。看你这手啊！曹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好棒啊！好。公主妹妹，我打的可好？要不要上场试试？可是我不会。有我呢。那曹哥哥教我。姑母，朕听翰林医官院的王掌院说，姑母的眼疾最近又发作了一次。来，姑母请坐。肠胃也不是很好，是不是在饮食上照顾的不够好？不如朕再选2名懂得医理、善做药膳的内人过去照顾姑母。人上了年纪，总会有种种毛病，官家不必担忧。万万不要给老身再赐贵重之物，珍惜食材。老身体弱，消受不起。珍珠玉器，老身自驸马病逝便不再用了。老身要求官家一事。姑母请说。先夫有一幼女，今年16岁。近日她母亲去了，她已无依无靠，老身自作主张将她接回了府上。但是她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老身想请官家答应让她认我为嫡母，认祖归宗，也好说个像样亲事。姑母贤德，朕原本绝无阻挠之理，只是当初驸马他已有贤妻美妾，先是与乳母生有一女，姑母替他求情，之后又屡屡在外招惹巫女歌姬，朕当时替姑母愤怒委屈，所以才下旨不许那女子入府。所生子女，驸马已去，所有罪责也都随他去了。他是老身的夫君，他的子女，老身又怎能不善待呢？
娘子，奴来给娘子梳妆。今日晚宴我不去了。娘子怎么能不去呢？近日亲李贵妇都在，难得有的隆重场面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？官家都说，这些场面我不喜欢，便不用勉强。近日是官家儿娶皇后女，他们热热闹闹的喜庆，那些贵妻个个谄媚捧场，马屁都拍到天上去了，我想起来都觉得恶心。帝后联姻，真是笑话。真是好一对夫妻啊！怎么不一起生几个皇子公主出来？娘子说的呀，极精辟呢。我看他们心里呀，也是这么想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个好笑的事儿要说给娘子听。什么？据说今儿有个官家挺喜欢的官儿，博学多闻、耿介正直的，他参了皇后一本。参皇后，可算是有个咽不下的官了。参什么？伪善惑主？官家有些不乐，方才去问候大长公主和几位长辈，可是有长辈身体有恙。朕只是感叹，姑母贵为皇女，又端庄温柔，可怎的就嫁给这般行为不端的驸马？姑母一生太苦。姑母贤惠仁爱，是天下女子的表率。可大长公主心中，她也是苦的。驸马究竟是什么俊雅人物？想必姑祖母是特别爱他了。张美人今日气色甚好，身体大好了吧？还好，原本今天早上头疼，胸腹间也不大舒服，不想起身的。但今日听说后院极热闹，官家儿娶皇后女，官家和娘娘夫妻变亲家，是一景儿，不能错过。臣妾还听说，还有更好看的。听说今日皇后的内侄也来了。臣妾听人说，曹郎美名几乎是无人不知。每次骑马走在街上，都会被帕子、荷包，甚至是肚兜丢中。臣妾便好奇，这曹郎究竟是什么神仙人物？这么想着，便强撑着起来，怎么着也得来瞧瞧。好了，既然不舒服，先坐下来歇歇。这样的坊间传言你也相信，还当真的一样过来凑热闹？我看后宫的规矩有些松弛了。是臣妾的错，臣妾定当重新整肃。谁说是传言了？明明就是神仙人物。
莫说别人，便是咱们福康公主，往日里若有宫宴，定会早早的贴在爹爹身边，哪稀罕跟那些贵戚公子们玩耍。可今日，怎的倒是没有踪影了呢？哇，公主初雪，这一杆也是挥得很有模样了。我去去。弟弟，麻烦你帮我把球取过来。好。那个手。这样。小孩子家贪玩，管家。哦。这位公子，刚才那球没伤着你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把手拿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啊，没事，就是有点红。公主妹妹，哎，来啦！过来继续玩。好呀。这位公子，实在对不住啊，你若觉得不适，我可叫当差的御医来看看。谢谢。这是徽柔吗？那是福康公主。李公子，伯爵也在到处找你呢。你就是李国舅家的二公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伤的？我在后院散步时，不小心撞上了槐树。官家恕罪，这孩子简直蠢得无药可救。有什么好玩的物件赏赐给孩子？我有更好吃的点心，带了给徽柔。这蠢孩子，还不快谢罪！公主的闺门也不知避讳。还记得几年前，朕曾经许你一件事，你却一直想不出来要什么。我爹说了，官家已经赏赐我们家很多东西，我们已经很好了。
不必再赏赐了。当真不要？若是从今以后，朕便许你一人称惠柔，不必称公主。你要是不要，你得陪她公主闺蜜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谢谢官家，多谢官家，我要的，多谢官家，我要的。怀姐，你说爹爹要给我选驸马，会不会是曹哥哥？官家，惠柔还小，择婿一事其实并不急，总要看看李伟长大以后是否出息。朕原本是想再等等，但是今日才悚然心惊。朕的惠柔，单纯的如同白玉一般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若是不慎，竟被浮华浪荡之人蒙蔽了一颗心，到头来落得如同皇姑一样的下场。若是朕，绝不会像先帝那样，朕斩了他满门。都是小孩子，怎么就？若是别家也便罢了，皇后，朕不愿你我官家苦心顾己，臣妾敏感于心。哟，夏相公说是身体抱恙不能理事，可这大白天的就笙歌宴舞，还是朝廷命令禁止的胡府。唉，你是行家，你看看这西域舞，我怎觉得就这么无味呢？无味？那你明着养病，实则歌舞不停，难不成是专门想招惹那些谏官御史参礼不成？当然，官家原本是要招我为相的，王拱辰进谏，大臣和则正事休，怂潜在关中，与职中论议不合，不可使共事，便纳了谏。这是官家对不住我在先。我看看歌舞排解愤懑，他们就是再参我，官家也不会看的。这王拱辰之前不是一直与欧阳修、范仲淹他们为敌吗？借着一桌酒席，还将这帮所谓的君子们一网打尽。可这下怎么突然跟你过不去了？官家的那句沽名钓誉，真正点出了此人的精髓。他明明跟欧阳修、苏舜钦因私结怨，势同水火，却偏偏一口一个宫中，
弄倒了这帮君子，又生怕跟我沆瀣一气，赶紧撇清关系。哼！参了我就能证明他君子不党了？笑话！其实我经常也觉得挺纳闷的。你在那帮君子眼中是奸邪，可是我倒觉得官家好像并不怎么嫌弃的样子。那帮整日眼高于顶，日日要他做尧舜的，沽名钓誉、满口仁义道德的，你以为官家喜欢呐？官家心烦又不能骂他们，打压忠良。有我这样才华、见识、谋略，处处跟君子们旗鼓相当的能臣，又有眼色，官家岂止是不嫌弃呀？你说呢？元昊为其子宁令哥割鼻致死，西夏大乱，而元昊前有遗言，立从弟伟哥宁令。诸大族皆反对，传说莫藏氏有身，诸大族欲立其遗父子承继主位。如今伟哥宁令与莫藏氏都修书我朝以求册封。臣以为，如今元昊为亲子所杀，两派相争都是无义之辈，我朝观望即可，不宜对任何一方有所偏移。非也，臣以为莫藏氏被立，他儿的幼子陈纪对我朝更加有利。幼子陈纪，三大族共掌西夏，我朝届时可封三族皆为节度使，三族各有所辖，其势必弱，我朝西境可安矣。此言差矣，以他人之丧为喜，乃为不义。官家以人治国，岂能算计寡妇幼子？西夏人狡诈凶残，毫无礼义。哼，不用算计。御史是想对他们读圣贤书吗？西夏今日之丧，正起于礼义丧尽。元昊无端废妻儿未分在先，夺子息在后，自酿灾祸。为主不仁，为父不慈，则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灭伦常，丧礼义，如何能强？不足为患。你那朕可称之为以人治国？若说元昊残暴无义，灭绝人伦，上天为何能让他10战8胜，称霸一方？他所有恶业，受苦的皆是百姓。如今虽为亲子所杀，却还有遗父子在，总好过朕以人治国，却幼子连夭，至今国无储君呐。陛下仁义，体恤百姓，体谅臣下，必定积福。子嗣旺盛。陛下方当壮年，皇后柔婉持重，后宫和谐，必能再得皇子啊！是啊，先帝42得官家，太宗47生8大王，官家仁厚，福祉绵长，必定晚得贵子。官家必能得子，晚得贵子。朕亦觉得，朕夙夜勤勉，虽未见大功，却尚算爱民，上天不会让朕断了子嗣的。这些劝谏朕现在立宗室为皇储，或是再选其他皇室宗亲入宫的札子，便暂请收回吧。是，陛下。算计他人之丧，
却非仁义之道。如今元昊新丧，其子处死，西夏混乱。三大族与元昊从弟，谁最终会统领西夏？这是他们的事，我朝不便参与。边境需谨慎防守，加派岗哨，以防西夏逃难的流民扰我边界，抢掠我朝边民便是了。你们在那儿盯了10几天，就没见任何蹊跷，就没见像那幅画里的宫女模样的人出入？除了这月张茂泽去了3、4次，别的没有奇怪了。3、4次，1个月内去了3、4次，定有原因。这1年来，他四处查问四公主当年病案相关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要做好耳目，要做到耳聪目明。现在呢？现在是耳聋眼瞎。还有件事儿，不知该不该报给杨副都知？啰嗦什么？说。前几日休幕，大伙儿说好的一起喝酒，还凑了钱，想去捧那个樊楼新歌季的场子，结果以前最爱吃酒听曲的殿前侍卫严秀竟没来。然后老陈说，他最近走桃花运，说是搭上了皇后娘娘身边的灵儿，不知是真还是他自己吹牛。好，那边你不用过去了，就把严秀的事盯紧了。记住，暗中来，不能声张。尝尝，是不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味儿？我从钱塘找过来的厨子。你叫我来究竟何事？该不会是让我专门过来尝糕点的吧？有事儿，不急，现尝点心。说吧。我要入中书，让人称一声夏相公。我知道你想，一直都想。你从小就觉得自己能当宰相，结果年过6旬，好不容易被官家招为相，又被御史给搅黄了。我少有实名，文武节能，20岁便被赞有宰相之才。奈何我父为国战死，先帝的抚恤，竟是一门让我恨得想死的亲事。我只想，我那么有才华，终有一天会出将入相，迎娶我心爱的女子。陈年旧事，多想无用。我为地方官，除巫术、养医学、种农耕，抗天灾、救百姓、建虹桥。我领兵，熟知西境边事民情，所上策略，如今回看，条条正确，为什么不能为相？就因为闺门不肃，任谁被先帝摁下一头母老虎，能够家门和睦？我不过善于经营，就被那老匹夫10届写为大奸。我做官的时机强他10届10倍。行了，
人都死了，也险些被你开棺辨识，你就别气了。我这一辈子，定要让所有人，那些自诩清高的君子，恭恭敬敬地称我一声下相公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有这个志向，这些年来，朝内朝外，你也做了不少安排。可无奈现在，丈娘子虽未失宠，官家也比从前更宠她，可她却越发没有上进心。她也是个可怜人。连生三女，连失三女，身子受损加上心伤，已经哭了一大半了。全凭着对官家那份痴心，能撑到现在。可是，你想让他再争些什么？蓝条有孕了，只是勾数花坟的事情又被张茂泽翻了出来。蓝条确有心机，早就背着你们暗中跟我通了联系。我都有计较。一直想为你找一块好玉，找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得着了。这是西汉时期的古玉，可比时下那些金玉珠翠珍贵百倍，也比藏在你我私宅那些东西更宝贝。自从当年我娶了妻，心里就一直念着，有朝一日我要是有权势了，定要想要谁要谁，想休谁就休谁。结果就攒了这一宅子的莺莺燕燕，与你倒是常常不能相见了。其实那母老虎发疯发狂，跟我不无关系。他抢了你男人，你没有想方设法坑他，让他让出位置来，还要祝他百年好合吗？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，害得你被同僚笑话，还影响了前途。你我到了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计较起来是我害了你一辈子，你也从来没有太怪我。放心，既然这辈子我们不能一生一世相守，那定要各自办事荣华。杨副都知，有件事要请问平府。杨副都知，请吩咐。平府在查四公主夭折一事，此事责令皇城司查，但是由杨副都知全权负责，我哪里会插手啊？哦。但是听说平府这半年调出了四公主全部病案，不是查当年旧案。难道是平府想要钻研医理吗？
是啊，医理一直是茂泽兴趣所在。杨副都知大概不知道，许多工人那时身体不适，诸如头风、腰腿疼痛的痼疾，都是找茂泽来试针的。哦，说起四公主突然夭折一事，翰林医官院士判定了喘疾发作，并非任何中毒受伤所致。然而当值宫女，一名被杨副都知带人逼入湖中溺亡，可还有一名逃出宫的。杨副都知负责追查此事，如今也3年了。那在逃宫女可有消息吗？此事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是。公主，官家让我给你送几件新鲜玩意儿过来。放下吧。公主不打开看看吗？这是官家特地……不看。你不是要替爹爹劝我吗？怎么不开口？官家只是让我来给公主送东西，并没让我劝公主。你……那你怎么也不走？因为是官家叮嘱我，要检查公主的功课呀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公主写错了好几个字儿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公主没背下来吧？最近苏舜钦又写了个《沧浪亭记》，官家反复引用，想要……他们被贬了官，怎的不好好在家里面壁思过，却高高兴兴的游山玩水？一边玩，还一边写出那么多字的文章出来气人。爹爹不罚他们，倒罚我背书。爹爹这么喜欢这些才子写的文章，从小不知道让我背了多少，如今却把我许给那个李伟。难道要指望他写出篇什么老长老长的什么记来让我背啊？公主，或许公主府落成之际，驸马都尉便大笔一挥，写下一篇《洛凡阁记》呢。洛凡阁，这名字倒别致。你别哄我了，我听人说这个李伟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人也不怎么聪明，今年都快16岁了，才学完孝经，还有一大堆的孔孟经书等着他啃呢，根本没有时间学诗赋。这以后怎么能陪我吟诗填词呢？你是在笑我不会吟诗填词吗？臣怎敢？公主分明是诗词双绝的呀。你分明就是在笑我。或许我的诗词确实比较一般吧，但是曹哥哥那一定是诗词双绝的。公主何时曾与曹公子吟诗作对啊？那自然没有。我总会在曹哥哥面前爆短嘛。那公主又怎知曹公子诗词双绝呢？他人那么好看，又那么聪明，击丸都比别人出色。我听说他射箭更厉害，蒙住双目都能射中天上飞过的大雁。他这种神仙式的人物，又怎会不擅长诗词呢？
臣愿请命前往。好。贝州城剿匪一事，便由参知政事文彦博任宣抚使，左谏议大夫名号为父，亲往破贼。陛下圣明。前线军情瞬息万变，信差往复，难免有误。前线事便由文彦博做主，便宜从事。朕还有件家事，想听听众卿的意见。毕竟朕的家事也不能算是私事。那便是为福康公主择婿。福康公主年满14，却已到了择婿的年纪，不知陛下心中是否有合适人选？朕的舅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用和之次子李伟。陛下英明。怀姐，你说，爹爹若一定要让我嫁人，为何不肯把我许给曹哥哥？是不是因为爹爹不喜欢娘娘，便也不喜欢娘娘的家人呢？官家做什么决定，臣是不敢妄论的。怀姐，我把你当哥哥一样，你却像所有内臣那样，拿官话敷衍我吗？怀姐，我舍不得爹爹、娘娘、姐姐，还有你。但如果是曹哥哥，那就还不错。曹哥哥人那么好看，谁又会不喜欢他呢？而且，曹哥哥是娘娘的侄儿，我若嫁给他，就是嫁到娘娘的娘家。娘娘的家人定然是很好的人。可是，李公子是官家的亲人啊，官家必定也很担心公主在外会受到很多委屈。大约官家对娘娘的亲人还是不太熟悉吧。但是李国舅却是官家最爱、最信任、最亲近的人，所以官家确定，只有公主嫁到李家，公主才能像在宫中，在官家和苗昭仪身边一样，被呵护、爱宠。真的吗？公主是官家在这世上最爱的人。陛下仁孝，天下称颂。唯因不知情而未能对张毅皇太后尽孝，是属陛下无心之过。福康公主乃陛下挚爱，若能下嫁李家，以为太后，必能补过。臣以为，李国舅身为陛下至亲，位列将相，却推演权势，持家简朴，在京城不营私宅。
若公主能出降到如此人家，必无外戚乱政之忧啊。官家屡次自国舅宅邸，国舅均推辞，借公主出降，可厚赏李家。官家此举，不但未接太后于地下，且有教化之功。天下闻之，莫不感叹凄恻，必能相劝以效。既然众卿都觉得极好，朕便选李用和之子李伟为驸马都尉，上福康公主。待公主成年之后，择其王婚。这个点心真好，怎么外头的点心总是有新花样，可是我们宫里的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呢？官家和娘娘崇尚节俭，咱们宫里的吃的穿的可不敢变着花样精致，怕官家娘娘怪罪奢侈，不爱物惜福。倒是这些年四海平宁，百姓安乐，富裕人家很能琢磨这些享受的，外头吃的玩的花样翻新的快得很呢。那姐姐，若我出降了，便可以常常去外面玩，去周桥夜市，去瓦子看杂耍，去郊外的园子踏青了吗？出降了，你也是公主，不是随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平民女子。不过规矩是比宫中松散许多。若是驸马都尉愿意陪着你一起，那偶尔出去逛逛也是可以的。可是姐姐，我听人说那个驸马长得不好看，人也笨笨的，别人问好几句，他才慢慢的回答一句。这样的驸马，就算陪我出去逛，也不怎么开心。好啦，出降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我看你还不如去把《沧浪亭记》背下来，读懂了，回头你爹爹来的时候，到时候问你，你一句都答不上来才好呢。娘娘，这冠子若用珠花的，是不是会好些？你这是要在出宫前，替我把后半辈子的冠子都准备好吗？娘娘，再有10余日，便能出宫了。盼了上千个日日夜夜，眼瞧着就要盼见了。这是欢喜的，都掉了泪。娘娘，你知道我不是。我明白，秋荷喜欢我，不舍得我。不舍得我还是其次，秋荷是不放心我。那套我陪嫁的香具，我看你当时特别的喜欢。它虽是坏了，我却想了办法，求了2套更别致的给你。今日怎么一直没瞧见灵儿啊？灵儿姐姐染了风寒，怕过给娘娘，今日便没来当值。这几个月
灵儿病了不少次，明天叫个大夫给她好好看看。官家，您要找什么？臣给您找。这是好多年前娘娘写的，送来请官家指教。当时环儿还在，她说，其实这是娘娘写给官家的私信。这套话剧也是给你的，还有一坛桃夭，我琢磨了很久，专门为你酿的。你的好日子我去不了，便在你出宫那日饮了这酒，便当是我喝了你们婚礼当日的喜酒了。娘娘对秋荷的好，秋荷无以为报。傻丫头，这几年教你读经书诗赋，与你学香道，一起研读医理，便觉得时光没有那么无聊了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想到你能嫁给一个与你互相心悦，还肯等你上千个日夜的男子，我真为你开心。官家，官家，别的没变，就换了幅字。不如原先范仲淹的“巨穴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白骨我尊；翠瓷为风，则浮云我决，两羽我切，有磅礴气魄。”前几日有恒来信，加了苏子美的新作，臣妾读了几句感慨，便随手写了，随手裱了，换换新鲜。前日我与陈执中商量，苏顺清所犯过错，也非不忠不孝的大罪，学籍为民3年，惩戒也不轻了，或许可以起复为湖州长史。朝堂事，官家所做的决定，必是仔细斟酌考虑过的。但苏夫人杜有恒是我挚友，若苏顺清能起复，臣妾替他开心。谢官家宽宏。官家好口福，娘娘新酿的酒刚取出来。咱们这儿还有前日刚买回来的肉干、枣圈、金丝党梅下酒。好，我也许久没喝皇后酿的酒了。你还是穿鹅黄色最好看。上个月市面出了新花样，姐姐给你做了套新衣服，你一定喜欢。
婆婆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刚才那边有2只野猫在争食儿，已经赶跑了。婆婆，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我总是觉得这祥鸾阁被人下了什么咒，月儿、瑶瑶、幼虎，他们一个个的……呸！不许胡说啊！咱不是已经请大师做了法了吗？不会有事儿的。这风太贼了，快进去，别冻着了。你不酿墨药了？臣妾已经很久没有酿酒了。这是秋荷到了出宫之日，臣妾酿了酒，准备送给他的。桃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你出嫁之前也酿了桃夭吗？出嫁之前，太久了，臣妾已经忘记了。是啊，如今都到了给徽柔择婿的时候了。今日我让众臣议论关于徽柔择婿一事，我提了李伟。众臣通常都会分为2派，一派赞同，一派反对，或者是2派一起反对。从没像今日这样，所有臣子齐呼陛下英明。哼，仿佛他们的官家终于做了一件最正确不过的事情。李伟很好，是徽柔良配。为什么？这上面的话，有些是李伟画的，有些是帕上原先有的，那些许李伟所画，譬如那几笔飞鸟和芦苇，一看便是兴之所至，挥笔而就。是他送给皇后看的。是有几次，他随国舅入宫赴宴，没机会见着徽柔，或者对着徽柔过于紧张，让人把徽柔最喜欢的点心国府蜜饯送到我这里，转交徽柔。这些都是包点心国府的罗帕。淡墨所绘的图案与帕子上原有的图案绝非一体，甚至突兀不协，可见不是有意为之。但这2笔飘逸灵动，有呼之欲出的仙气。之后，我着意瞧着，在宴席上，他无意歌舞，更全不懂
与贵妻结交，只是低头用酒水在岸上勾勾画画。李伟画画，是因为画在心中，由心而出，随笔而就，没收给别人，更不必给自己留，都是自己所见所感。李伟真爱徽柔，是因为他觉得徽柔可爱，想对徽柔好，希望亲近徽柔，甚至都不琢磨如何让徽柔喜欢自己。至于徽柔能带给他的荣耀，他万万是想不到的。满朝文武自有满朝文武觉得李伟适合上主的理由，官家也有官家的考量，这只是臣妾一己所见罢了。我还记得一次满朝文武齐赞陛下英明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我选你为后的时候。满朝文武选李伟，与满朝文武选臣妾，内心倒是同一个道理。没有资本，妖媚惑主，恃宠干政。半嫁的女子，美貌就是缺陷；上主的男子，才能就是忌讳。他们也定有共同的奏对说法：家世品德。然而他们却误会了流言之下单说的容貌，也读不懂李伟深藏于内的才华。朕其实感激当年的流言与误会。可是，官家为国择后，心满意足。然而，徽柔却不愿意为国出将啊！不是这样。官家确实为国择后，但绝不是为国嫁女。然而徽柔能透过李伟的脸、笨拙的举止、木讷的谈吐，窥见到他的赤子之心、才华横溢吗？在徽柔心里，官家定的这门亲事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。李伟会全心全意的爱徽柔，不会有那些世俗人有的猜忌、考量、算计、计较。皇后可曾那样对待过我？官家娶臣妾，难道就不是无可奈何？难道就是欢欢喜喜、满心期待的迎接臣妾这个妻子？当时，在那之后，官家对臣妾
难道不是今年的冷淡嫌弃？官家对臣妾这样，难道还要臣妾摇尾乞怜，献媚邀宠？究竟是官家考量算计，还是臣妾计较猜忌？什么讨要啊？满口酸涩，哪里有灼灼其华的鲜艳浓烈，也无有分其实的风韵厚味，更不要说其叶真正的繁盛浓烈。臣妾酿的酒，自然没有其叶真正的繁盛。秋荷，秋荷去备灯，去把料子叫来，接官家。朕不走。朕便是为国立后，你也是我赵祯的妻，我竟容你矫情了15年，够了！干什么？还要对朕动武不成？又要来臣妾有罪那一套吗？委屈了。我们今晚是不是格兰老师带着，别想东想西，害人害己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将来能生个皇子，定有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可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告诉你，碧寒永远都在你上头，你别想僭越，官家也不会让你僭越。
官家。走水了！快来人！快拿水了！快拿水！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快拿水！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快呀！快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。是。皇后口谕，立格勿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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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莫急，想必是哪位高班对宫女惩罚太过。胡说！惩治宫女内侍，怎会有火光、有马蹄声响？臣这就去探看。娘娘，娘娘，李承德、顾三喜，有。你二人令坤宁殿所有内侍禁卫官家，此时无论谁想接近官家，杀无赦。尔等内臣若为情势所迫，理应舍己护驾，以身殉国者追封3代，遇贼退却者凌迟处死。誓死保卫官家。娘娘，不得了了！娘娘，娘娘，外面真的有人杀人放火，到处都是火苗。福宁殿的火苗最……你立即去，以皇后口谕，传2省都知到坤宁殿，不许将官家在坤宁殿的消息泄露出去。是。绣娘在。你带所有宫女集中水源。领赶来的内人，火起一处便灭一处。此时情状未明，万不可所有人都围在官家身边，集中先灭此处火势，以防贼人知道官家所在。是。秋荷在，取我长剑来。是。皇后口谕，诸娘子闭阁勿出。皇后口谕，诸娘子闭阁勿出。皇后朱兆良省都知，皇后朱兆良省都知，皇后朱兆良省都知，皇后朱兆良省都知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官家，华记，一些崇祯殿的亲从官越过沿河，电入京中，现正在福宁殿后，
不知人数。秦宗官谋逆，尚且不知。我现在要赶去官家身边护驾，你们守在这里，做出誓死护驾的姿态。 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，张娘子，官家到底在哪儿？我要去见他。里面，先进去。